头啊！磕头啊！磕呀，磕！快磕！天哥哥，你怎么不让他们在底下抢2个寿司鸡的蛋来？你看这蛋红彤彤的，一定会很好吃的。母亲出门时有话，就算抢到了也不可以吃。为什么？怕吃坏了肚子。3月3吃红蛋，你们几个合不下去，抢几个红蛋上，谁抢得多，本太子有赏赐。就当求个吉利，图个彩头，去吧。是。哎，那边有，那边好几个呢。弟弟，咱们走吧。好。你们去哪里啊？去哪儿都行，就是不在这儿。你们躲着我？躲你？这宫里只有躲鬼的，哪有躲人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琢磨吧。走吧。哎，这公子通明明是对太子不恭啊！这家伙胆大包天，眼里哪里会有太子？太子应该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子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叫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公子，3月3，人人想讨个吉利，你却有意讨嫌。你看看，这还有人吗？你一来，大家都跑了。我看讨嫌的人是你吧？你说什么你？公子，大哥哥，今日过节，当哥哥真是何苦啊！公子，与你无关，少管闲事。当哥哥是太子，却在光天化日下斗粗，令人不服。这话说的倒有些道理。来人，来，把这个讨嫌鬼给我押到我店里去。今日我要替父王和他的娘亲好好调教他一番。你看，走，东哥哥，放下来，东哥哥，东哥哥，东哥哥，里面走。蛋仙受伤了，公子。东哥哥，老实点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放下来，放下来！走，放开我！带进来。是，你放下来，放下来吧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往哪儿去啊？杨通，记得你曾说过，当不当得成太子要父王说了算。如今我当上了，怎么看着眼红？当上太子又怎样？我不仅当了太子，还娶了宜公主。说到这个，想必让你痛不欲生吧？就凭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讨嫌鬼，竟然对宜公主垂涎3尺，百般殷勤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你虽然当了太子，但绝不会长久。长不长久，也不是你说了算，是父王说了算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把这个太子好好的当下去，日后还会做大王，与宜公主生儿育女，子孙延绵，让你肝肠欲断，痛心疾首。你要是当了大王，定是违背天意，这咸阳城定会臭气冲天。我与母亲要远远地离开咸阳城，省得闻到你的恶臭。我若做了大王，你和你的娘亲休想离开咸阳一步。我会把宫中所有的茅厕都分封给你，让你日日伺候我如厕，让你娘亲伺候我母后如厕。我要封你做大秦的如厕君。想必这个封号，你娘亲会很骄傲吧？拜见如厕君，拜见如厕君。这个恶人，不得好死！你敢辱骂当今太子？
秦国未来的大王。太子，让他跪下，向你磕头谢罪。跪下！跪呀！跪下！跪下！自己跪下！做梦吧！有人以下犯上，还不知如何谢罪，怎么办呢？太子放心，我等会教他怎么做人。跪下！磕头啊！磕头啊！哎呀，快磕头！磕头啊！磕头啊！磕头！再坐，请再战，多行不义推子壁。应当，你不得好死！让你说，让你多嘴，看谁不得好死！滚！呸！木星，你说他们到底会对通哥哥怎么样？他们应该不敢对公子通，太过分了。通哥哥，通哥哥，你额头流血了，你有没有事啊？他们怎么欺负你的？你告诉我，我去告诉父王。通哥哥，季弟弟，我没事，我想回去了。通哥哥。公子，咱们回去吧。啊。那淫荡行事一向粗鲁，你犯不上去惹他。母亲明知并非是孩儿的错，你敢去向他问罪吗？他是太子，又是嫡子，他的母亲是王后，我们怎么得罪得起他们？他这样羞辱童儿和母亲，母亲还打算继续强忍下去？不忍又能如何？好在有一日你会分封，母亲也能跟着你。别跟我提分封！好，我不提分封，不提分封。通儿别急，今日过节不提分封。哎，你看，母亲专门准备了嫩荠菜、红鸡蛋，哎，还有这个，是母亲特意给通儿做的荠菜花的枕头。好，通儿，今日过节，你就不要出门了，陪母亲过节好不好？通儿，你说话呀！母亲一辈子忍气吞声，让我也忍气吞声。若有一日，童儿被他们害死了，你还会继续忍下去吗？通儿，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胡话。母亲这一生活着都是为了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太子行为无状，欺辱骨肉兄弟。你父王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恼怒的。要去告诉父王吗？今日过节，还是缓一缓吧，免得扫了大家的兴。知道了。封锁纳秦的如厕权，磕头啊！朕在做，天在看。
这大过节的，樊长史这是什么意思？求王后给我的童儿一条活路。这话好没来头，好像我难为过公子通似的。王后没有，太子却有。不会吧？大儿对兄弟一向很亲的。童儿今日回来，满脸是伤，还在流血，都说是被太子的手下带到太子殿中百般凌辱。宫中的少年公子们好胜心强，动起手来磕磕碰碰也是难免的。太子不会故意伤人，太子的手下也没这个胆量。我知童儿与太子多年来相处的不好，可我曾多次叮嘱童儿，见着太子要躲让3分。这么说，大儿是欺负了公子通？绝无虚言。可迎通好像是哥哥呢。身为大秦公子，以开疆拓土为责，勇猛杀敌为荣。可听说公子通骑不得快马，拉不得硬弓，平日里樊长史也太娇宠他了。王后，过去公子们中间虽有过口诀，但从未有人来交房殿指责太子的不是。樊长史可是宫中第一人。王后的意思，童儿受辱是我们的过错。好了好了，等大儿回来，我会问清楚缘由。多谢王后。夫人，好没规矩！夫人，王后的交房殿也是你能乱闯的。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夫人，是公子通，公子通他……公子怎么了？公子通他上吊自尽了。